AI 同埋雲端嘅需求日益增長啦，咁啊數據中心裏邊嘅 critical equipment 咧都會 upgrade 嘅。咁我哋率先引入咗業界領先嘅創新技術 I2 coating 被動輻射冷卻技術。我哋新意網成為香港首個應用呢個技術嘅數據中心服務商。大自然咧，其實係我哋嘅藍圖啦。咁我哋受到咗撒哈拉銀泥獨特嘅毛髮結構啟發，結合咗材料科學、光學同埋熱傳導嘅原理，開發出具有無電製冷技術納米粒子材料嘅創新 I2 coating。I2 coating 唔係簡單嘅塗料升級啦，而係重新定義建築熱能管理，透過材料科學突破，實現冷卻而不耗電嘅本質創新，包含節能認證 Carbon Offset Credit 嘅全方位解決方案。I2 coating 嘅雙95技術包括咗95% 嘅太陽光反射率同埋95% 嘅中紅外輻射率，可以為工業設備提供零能耗嘅降溫方案。從設計到營運啦，咁我哋嘅目標咧係打造綠色嘅數據中心，減少碳排放。咁 I2 coating 咧，咁呢種特殊嘅結構咧，咁具有較高嘅太陽能反射特性。咁呢種唔需要電、唔需要冷卻劑嘅技術啦，咁有效散熱，維持到穩定嘅溫度。咁 I2 coating 咧就好似喺我哋嘅設施外邊啦，着咗一件高科技嘅隔熱外套，形成咗一道綠色嘅屏障。咁呢項技術啦，結合咗智能化、創新、可持續發展嘅三大優勢，咁啊幫助我哋打造更高效、環保嘅數據中心。咁我哋喺3個核心嘅設施嘅發電機組裏邊啦，咁啊應用咗 I2 coating 嘅技術，咁啊總面積達到300平方米，分別位於沙田嘅 Mega 2、粉嶺嘅 Mega 粉嶺、舂坎角嘅 Hong Kong IS1 嘅海南登陸站。咁我哋喺3個核心設施裏邊咧，咁啊採用咗 I2 coating 技術之後咧，咁 Mega 2實測驗證咗每年可以節省到大約17250度電嘅，咁啊減少咗大約12噸嘅碳排放量，相等於種植咗1098棵樹。咁啊實測結果顯示啦，咁 I2 coating 呢種技術啦，咁啊使到我哋發電機房降低咗2度嘅，打造咗綠色嘅數據中心，邁向可持續嘅未來。咁啊展望未來啦，咁我哋計劃將 I2 coating 呢種技術啦，咁進一步應用喺 Mega Campus 裏邊其他嘅數據中心，以全面提升能源效益。